也为着要推广母语，嘉义市母语文化教育协会有举办台语约定餐的活动，就是希望透过趣味的活动，让民众会当更加了解本土的文化，来传承母语。精彩题目一出来，台下的观众大家做伙激头脑来约答案。嘉义市母语文化教育协会台湾萧进前用全台语举办约定餐的活动，要透过传统节日的文化风俗，让台语的学习更加趣味。我感觉就趣味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咱甲就侪人竞争，然后有做题目共的题目，然后这都是无看过的题目。为着要推广母语文化，嘉义市政府甲在地教育资源合作，伫嘉义市的文在店举办约定餐的活动。嘉义市母语文化教育协会指出，家庭亲子透过活动，会当伫互动当中学习母语，和母语的学习会当传承甲保存。幼面菜就是大家趣味头尾招来庙口来遮做成熟的，毋但是趣味，阁有智慧，甲咱的传统文化继续的甲传承下去。嘉义市政府表示，这是全台唯一用台语来约定菜的活动，用母语做教材，毋但展现在地文化，对个人、家庭甚至是社会，拢有诚深的影响。透过日常生活趣味的题目，和元宵的活动，加添本土语文甲文化艺术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